今天婆婆又安排了全家都很爱吃的这道酸菜小笋焖豆腐。我们家隔一段时间不吃就会想，里面的笋又嫩又脆，酸菜搭配起来专治各种没胃口、没食欲。每次不知道吃什么，婆婆就会去买2块豆腐回来。它应该算得上是菜市场成本很低，但是怎么做都不会踩坑的一个食材。婆婆把豆腐焯过水，用油翻炒一下，放点生抽和油入个底味。松鼠家的酸菜小笋吃了2年了，一袋238克倒出来满满一碟，配上豆腐完全够一大家人吃了。准备点蒜末和小米辣爆香。我们今天不放肉了，不放肉也很好吃。酸菜和嫩笋免切免洗很方便。把豆腐倒进去，加开水，来点老抽、生抽和鸡精调味。出锅前再撒一把蒜叶。古人说酸菜滚豆腐，皇帝老子不及吾。这个菜一直是很经典的搭配，拌着米饭吃真的很下饭。中午就这一个菜，我吃了2碗大米饭。